修。要弟兄姊妹平安。今仔日是大专纪念主日，我受派到伫咱双连教会，甲大家请安，也报告大专事工，上时也甲咱三个敬拜上帝。但今仔日我要通过咱头段所读的圣经节，也是咱真实的主导文，三个来想一段圣经。题目是“阮的日式”，今仔日互阮。咱拢知这段圣经，咱甲叫做主导文。天主教甲称作天主经，是主亲身教示咱的祈祷文。经文分别记载伫马太福音书第6章第9节到13节，以及路加福音书第11章第2节到第4节。这段圣经节对基督徒来讲不只要紧，因为咱毋单单甲做一个祈祷的模范咧看，咱上时嘛伫礼拜的中间。做一个仪式咧使用，今仔日咱单单要将中间的一句话甲摕出来，咱三个来思考。咱咧祈祷，用安尼咧祈祷的时，迄代表的信仰的意思到底是啥物？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。要探讨这句话，我想爱先对咱台语翻做日式的式来开始。啥物叫做式？阿童这字希腊文原来迄个音发做阿童。中文也好，台语也好，翻做食物，翻做食。英文翻做 bread， 拢是食的物件。毋过，我去甲编古早的这段这句圣经这字的释义的发展史，我才发觉讲，咱有一段足长的时间，这个食咱无拄甲解释做食的物件来解释。譬如讲，上起头的第一种解释。是甲解释做圣餐的饼。有人讲，这毋是咧讲食物，是咧求主上帝帮助咱，逐日坐伫主耶稣基督的道的头前，每日领受灵粮，是圣餐的饼的意思。这是我找到的头一种解释。第二种解释，话讲毋是，迄毋对，迄毋是讲圣餐甲主共道的意思。迄是咧指一切较宽意思的属灵的粮食。每一工咱需要上帝话，诚做咱灵魂的食物。所以上帝话属灵的食物，迄就是日式。这是第二种的解释，无一定是圣餐。第三种，有人讲头前两种拢毋对，毋是咧指圣餐，嘛毋是讲属灵的食物，是咧指耶稣家己啦。耶稣伊家己讲，伊家己是活命的米粮。咱每一工，咱需要用耶稣的目睭去看，咱需要用耶稣的耳孔去听，咱需要用耶稣的感觉去感觉。所以，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，迄式有一段时阵，有人解释讲是耶稣伊家己，咱逐工都需要耶稣。第四种解释讲头前三种都毋对，这种的解释，耶稣是犹太人，耶稣可能头壳底反映的是一种犹太人的解说法，这个解说叫做天国的饼。因为犹太人相信，伫弥赛亚要来临的时阵，上帝所拣选的人会当坐落来享受弥赛亚的宴席。所以，若是做天国饼的解说，这句话变做这个意思，就是讲，伫最后上帝子民所参与的弥赛亚的宴席的中间，主。请你甲我安排一个位。咱认为咱即马无甲做圣餐的饼解说，咱嘛无甲做属灵的粮食的解说，咱嘛无做耶稣伊家己解说，嘛无做天国的饼解说，这拢已经毋是主流。不过至少咱知影，伫历史的中间，真侪人是做即款理解。今仔日咱是安怎理解？物质性的物件、食的物件、饼、饭即款的物件。这是阮的日式，今仔日互阮，迄个物质性的物件，咱甲上帝求讲，恳求你互阮。那假使是一个物质性的物件，咱恳求上帝，逐工互咱，安尼伫信仰上意思是啥物？
我下面分几点甲大家分享。头一项，当咱祈祷讲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咱第一个意思是讲，上帝关心咱的身躯。咱若是甲上帝恳求身躯的食物，咱表示咱信的上帝是关心咱身躯的上帝。伫五块饼两尾鱼迄个故事中间，坐一人听耶稣讲道理了后，日暗无食物。学生的神学观来遮就是要听属灵的美娘，腹肚底物件伊家己负责，家己去找啊。总是耶稣安怎甲因应答？耶稣甲因讲：恁互因食。恁爱关心因肉体需要，恁互因食。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，互咱看见，上帝是关心人夭饿的上帝。基督教的书有一段足长的时间，会安尼特别看清身体，看清身体需要，感觉讲安尼，我若安尼无照顾身体，才是属灵；照顾身体，迄就是无属灵。哦，这段时间是足长的长。比如讲，我读到一寡资料。感觉讲靠液态身体才有得属灵，比如讲，有诶修道士一工干食一顿，安尼当几年？当30年。哦，我边诶人讲，哦，安尼有够属灵。有人训练家己尽量莫困，一暝困3点钟。哦，我边诶人感觉讲，哇，这有够属灵。有人超工伫迄个安尼石头安尼碰诶内底，安尼尖迄个所在安尼来困，毋是像咱今日困要倒安尼。啊，边诶人讲，有够属灵啊！有人毋是困伫一条迄个医疗啊，伊毋是困伫2条医疗啊，伊困1条医疗啊。啊边仔人感觉伊足属灵。有人超工消散，有人超工垃圾。迄消散毋是今仔日女性爱水咧消散，迄消散是我无要照顾身躯，哦边仔人感觉伊足属灵。有人超工无要洗身躯，我无要照顾身躯，我照顾灵性的需要。讲垃圾到什物程度呢？讲哪行身躯的虫哪落。边仔人讲好属灵哦！伫基督教的书中间有一段足长的时间，咱感觉液态身躯、固态身躯，安尼才有做属灵。总是主的基督文是安尼甲咱讲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，这个上帝是关心咱身躯的上帝，这个上帝是关心咱整个人灵魂体的上帝。耶稣爱咱为咱的灵者来祈祷，意思是上帝关心咱逐工有食物啊无？来请咱会记哩，一定爱会记哩这样事。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处身体的款式，伫咱的中间生活，这样代志咱就知影，上帝认为身体是正圣的器具，迄是神圣的，袂当拍垃圾哩。袂当看轻哩，所以认为任何藐视、轻视、毁坏身体的假事，拢是毋对的，拢毋是这段圣经所要讲的。阮的日子，今仔日互阮。第二个，当咱恳求阮的日子，今仔日互阮的时，咱是为今仔日日常的食物来祈祷。日食，咱伫台语迄日迄字。希腊文是写 epiousion，epiousion 这字，咱若对圣经较有趣味的人，你就知影有一个故事，就是讲早期一寡教父发现讲 epiousion 日食的日这字，甲马太福音书有，其他的福音书无，甚至伫迄阵普遍地中海四围的希腊文的文献嘛无这字。所以早期有一个神学家叫 Origen， 伊怀疑 epiousion 日食的日这字，敢袂马太这个人家己做的。我刚才有一寡近代的考古学的进展，咱伫土骹挖出袂少的纸卷，也是一寡物件，咱伫中间有发现到 epiousion 这字出来。这是伫什么款的情景出现呢？是应该是一个查某人要买菜的菜单，伊写米边仔写 epiousion，伊写盐边仔写 epiousion，
伊写糖边写会皮有效，这逐工需要的物件啦。伊无写乌鱼子边啊会皮有效，迄年需啦，迄毋是日需啦。咱对迄个逐工必要基本的食物边写会皮有效啊，咱知影日式的字是啥物意思？基本需要的食物，这叫做会皮有效，叫做日式。即度我想着讲，我一阵吼足无闲诶，即摆60外吼，我嘛真少年吼，着捌大家无不时，咱有机会逐个安尼做伙吼。我迄阵伫当无闲诶时候，迄真正头壳底足济代志无法度记，我著用一个单基本必要诶，拢会甲用记诶记起来。吼，我会记啥物？你敢知？过40岁，我会记老花眼镜。因为我捌一摆伫一个足重要的场合，老花眼镜袂记你扎起，结果规个工厂拢看无。吼，迄个我惊一个，等于我迄张单顶头第一个老花眼镜爱记。圣经圣诗这毋免讲，这会皮是哦，这基本必要。搁一项物件，恁绝对信会着。迄对我来讲是基本必要的物件。去任何一场的工作，不管大场细场是大人的，是青年的，是妇女的，是啥物，拢需要，恁拢想袂到。现金，吼，迄互我一个足大的教示。有一摆我赶紧要去文山教会，我袂记你是正大中青团契，还是文山教会的青年团契。咱知影，若要讲道，基本上拢会换较正式的衫，穿厝里的衫，著甲换掉，无拍算。现金下面换掉迄领衫内面，坐去到文山教会门口，手一忍才死啊！无早钱。毋好你家知，咱有一个会友的查某囝，拄好要入去教会，我紧甲叫掉咧。迄个会友，咱中间嘛有人捌，叫做柯培良。我相信咱中间也有人会记哩柯培良。一个查某囝，毋是许景纯啦，许景纯佮落迄个查某囝仔。迄阵我还会记你名，即摆又无啥会记咧。我紧甲叫调来讲，你紧叫张哥借200箍，可见迄阵200箍也当坐到文山吼，对天母教会。你紧借张哥，我想我大概家庭可能有社礼啦，有社礼啦，我再献你吼。无社礼，我只嘛献你啦。我嘛有一张单我会记一寡基本必要的物件，我袂记一寡迄款乌鱼子的物件啦。我啥物？迄个音响袂搬去啦，啥物迄款物件我袂搬啊。但是基本必要工厂个即款物件，我一定会查去。亲像安尼，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，咱是咧求基本必要物件。咱咧食的饭，西洋人讲面包，即款的物件，这是日式。我想即个祈祷嘛，互咱想着讲。耶稣教咱为日式祈祷，耶稣心目中一定想到100度。以色列人伫旷野中间咧捡玛纳的故事，出来去第16章第1节到21节。上帝命令这以色列人敢捡迄日的食物，毋通加捡。这个教示是要教咱啥物？请咱注意，这个教示重点毋是。有为将来准备无，毋是即个问题。即个教示是要教咱教一样代志，毋通过头看护。伫信仰的内面，爱对上帝有信心。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上帝是甲艰苦人三甲地地的上帝。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，所以咱安尼祈祷的时，我要安尼讲，咱是咧祈祷讲书，当囡仔放学转来。当厝里的人拢倒转来到厝，当阮全家做伙坐落来，主困给你帮助阮，无互阮的桌仔顶一项物件都无，是即款的祈祷。第三，咱祈祷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，是咧告别一项事，咱咧告别信仰，医治性命必需品，拢总对上帝来。当基督徒读诗篇139篇第13节讲，因为我的丈夫是你所创造的。咱安尼读，安尼教示囡仔的时，
咱是咧讲人会看到的一面，是爸母生，伫马街病医生，伫台台病医生。但是人未看到的一面，是上帝互伊伫地，上帝做的。人只有伫信仰的角度中间，才会当看到万物的终结的起源，是上帝互伊成立的。小像亲像这个道理，小像一切粮食会当看到的一面是农夫种做的，总是未看到的一面是上帝互伊成长、互伊成立的。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，这是咧讲讲述生活的必需品，拢总是对上帝来。所以当咱咧祈祷的时候，我想足侪人拢会，尤其咱边仔若一寡无信上帝的人，拢有当会甲咱祈求。我家己都拄过即款代志。细汉的时，读书时都教咱讲，逐顿拢爱感谢，所以安尼小学4年开始炸便当，要食饭以前就开始感谢，啊边仔就开始有人笑啊。嘿啦，上帝赐我食，赐我穿，赐我欠钱免还啦。我祈祷了就甲应，上帝赐我食，赐我穿无毋对，上帝无赐我欠钱免还。讲这个要甲咱强调讲述，当咱为这个祈祷，讲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的是，这是将信仰告别，所有一切必需品对上帝来。那第4项，当咱祈祷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的是，这个祈祷嘛咧强调讲述。祈祷是行动的信仰，祈祷是行动的信仰。我想一个人若安尼祈祷了，坐落也无要出去食头路，也无要做工，也无要接工课，然后伫厝讲上帝讲求就得着，找着拄着拍门就甲恁开嘛吼。啊，就倒厝听候，上帝敢会开因厝的厝遐，对天顶诞三明治互伊，会无？咱凭信仰安尼来应答这个问题，会无？袂啊！咱真侪人足清楚的，啊，谁那袂？你咧兄弟，咱为一日的啉者祈祷，嘛代表讲说，咱欢喜为一日啉者的代志，要甲上帝同工，咱要付出应该付出的亏难。我安尼解释，若还阁无够清楚。就你用我举一个例，今仔日纪念学生纪念主日，我举一个学生的例。假使若有一个学生为伊的功课祈祷，期中考要到，甲上帝祈祷讲：上帝啊，英文吼毋免偌济啦，我考90就好；数学嘛毋免偌济啦，95就好；微积分嘛毋免偌济啦，90就好。祈祷了吼，上课也无要上课，也无要预习，嘛无要复习。伫厝单算，伊讲我着凭信心靠上帝。期中考伊会考遐分数啊袂？袂啦。所以这要甲咱讲一样代志，祈祷甲行动是做伙。若无上帝，咱啥物都袂当做。总是咱若毋肯努力甲上帝同工，上帝嘛袂当为咱做啥物。即句话真要紧，用阮我阁重复一摆。若无上帝，咱啥物都袂当做。总是咱若毋肯甲上帝同工，上帝嘛袂当为咱做啥物。咱永远会记得，上帝丰富甲人的拍拼，永远是做伙。最后一项，当咱祈祷，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的时，是咧祈祷讲，阮嘛欢喜帮助欠亏的人。今仔日题目咱做伙来读一摆好无？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，互阮哦，真好。即句圣经是甲咱祈祷讲互阮哦，毋是干要互我尔定哦，是我以外一切人，包括遐欠亏的人哦。我这些人知影，我伫1990年有接过《新书这杂志，后来因为身体无好势，我退到第2线。我特别讲起《新书这代志，我特别想到一项代志发生过。甲大家分享，1990年，伫总会一群人做伙讲，要安怎将《世界杂志互伊佫活起来。阮就讲重新佫敲一个编辑的委员会，重新敲伊的内容，重新敲伊一切行销的方法。内容中间就讲以前遐内容可能无够吸引人，咱爱用什么款的内容？其中有讨论讲，咱爱列一个内容，将咱信仰的主。因所做的代志，甲记落来，
叫做台湾教会历史人物档案。我想真侪人有读过本册，咱嘛出做单册出来，第2本就要出来，先甲大家预告吼。伫咧讨论的过程中间，讲是要写什么款人？马街迄足侪人写过，马雅国足侪人写过啊。咱尽量写一寡讲，抑阁毋捌人写过，就想足侪人。陈冠宇一个精神科医生，咱提醒讲，有一个人真值得写呢。迄人叫做陈老英，陈老英。我说这是什么人？阮伫1990年开始，找无人通写陈老英，到2008年，才一个师大历史研究所毕业的曾伟珍，即摆伫自由时报做记者，伊找尽伊切遐伫啦，伊的孙仔辈、干仔孙辈，去遐做考述历史，去家己市政府去遐找资料。重新将陈老营长老的资料整理出来，发表陈老营长老，我读了够也感动。咱信仰的前辈做遮尔好代志。陈老营 Peter Anderson 的学生，后来去伫家己开永安堂开病院。这个人，上帝赏赐伊真济，互伊伫金钱各方面非常够额。总是这个人嘛是一个真甘真欢喜帮助人的人。1906年，家己的市区还有都市计划，东门教会，今仔日东门教会为着安尼需要登记。登记的12年的中间，我毋知是安怎起甲遐久啦吼。12年的中间，拢伫伊的厝礼拜。这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吼。12年伫伊的厝礼拜，我先煞讲即间起好的礼拜堂的故事，互大家听吼。即间起好的礼拜堂，到后来东门教会要登帖到起即摆礼拜堂的时候，讲这个茶是真好，对阿里山落来的茶，废掉有够无彩，所以一支做记号，拢甲拆倒落来。后来伫今仔日的六院定新教官样，拢总个定起去。所以即间礼拜堂已经得要到100年啊，伫六院教会，这是记录，这是历史。咱会当参观吼。第一，12年伫个厝礼拜；第二，伊协助六院教会，互六院教会成立；第三，1904年、1906年大地震，陈老英拢投入真济金钱帮助迄个时阵受灾的人。甚至1914年林献堂募款要成立今仔日台中一中，我去查台中一中的历史，我发现奉献者陈老英。我嘛去发觉讲，伊嘛帮助过散车的学生囡仔，罗万德长老。罗万德长老是我的主日学老师，就接到我啦。罗万德长老的爸爸全家破病，全家信耶稣，过身的时全家剩5块银。罗家无要甲帮衬，讲恁信耶稣，安尼互耶稣饲就好啦。陈老营长老听了，将伊所有欠亏钱甲交掉。然后讲，无厝通住，来大湾斗。囡仔读册无钱，这个囡仔我再回。罗万德长老怎安尼读甲总统府医学校做医生，变台湾头一个土博士。后来嘛做我的主日老师。我后来才知影讲，陈老营长老这个家族是一个足大的基督徒家族。嘛一个足大的医生家族，我才知影足侪人甲伊有关系，陈宗辉甲伊有关系，郑德豪甲伊有关系，阙文英甲伊有关系，林兆乾甲伊有关系，这个曾秀英甲伊有关系，李连鼎、李俊仁拢甲伊有关系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家族。我一摆拄到这个曾伟珍，我讲实在多谢你。你若无安尼一点一滴将即个人小牵连遐代志安尼甲连起来的时阵，咱毋知影家己实传到底是安怎来。东门教会较早伫整个南部宣教处是徛伫新款的位置，咱真正毋知影。但我重点要讲，即个长老陈老营长老，伊帮助遐尼一人，我想伊是一个真正会晓祈祷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的人，毋是互我尔尔。也互遐需要欠亏人，咱入去，咱知影这是主的祈祷文。
当然，除了做祈祷文以外，伫咱中间也足侪人有其他的祈祷文通读。譬如讲，咱的青年囡仔有一阵时阵，真爱去读雅比斯的祷告，我个人嘛真欣赏圣公会写的一寡祈祷文，对我帮助足大。我个人嘛真意爱多纳贝利，有一个祈祷文，我逐暝足爱读贝利的祈祷文，要困的时阵读伊的祈祷文来休困。我嘛真爱威廉巴克的祈祷文，这是对我最后要讲一句话。伫遮尔济祈祷文中间，信仰行到这个坎站，我头过转看，无一本祈祷文，迄信仰的深度超过主教是咱的祈祷文。好，咱毋通读了，因为伤过熟，所以真紧就甲念过。一句圣经节，好好深深去思考。像今仔日，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，就会帮助咱的信仰到真济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伫主的祈祷文中间，互咱更较深，互咱的信仰更较深，互咱更较会晓去帮助咱的周围需要的人、需要帮助的人，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通过今仔日阮所思考的题目。互阮知影主的祈祷文伫阮的信仰中间是偌尔重要，恳求你帮助，特别也阮会记你讲述，阮的知识今仔日互阮是要甲阮提醒，嘛需要去帮助遐有欠缺需要的人。但今仔日特别是学生纪念主日，恳求你帮助即个工课，互因真正教示遮青年囡仔伫因的青年的生命中间，会受到上帝恩典。受到反悔，受到正信，受到公义，受到仁爱，互这会成做因生命的重心。主恳求你也帮助遐学生工作者，真正有耐心陪伴这青年囡仔大汉，互这青年囡仔有一天真正成做阮教会、阮的社会的榜样。愿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，愿你看顾，靠主耶稣名祈祷。